歡迎嚟到研究之後 Making Sense of the World。每一集我哋都由科學研究出發，試下了解一啲有趣嘅新發現，可以點樣令到我哋嘅世界同生活多一點不一樣。近年講健康，我哋聽過嘅建議其實都好熟口熟面，例如少糖飲食啦，早啲瞓啦，唔好煙酒，注意減壓，仲要多運動等等。但係其實除咗呢啲主流建議之外，仲有一類活動，我哋平時可能好少會將佢同身體健康聯想埋一齊，但其實佢對我哋嘅身心可能比想象中重要得多。越嚟越多嘅研究發現，參與藝術同創作活動，例如音樂、舞蹈、戲劇、寫作、畫畫、手作等等，唔單止係興趣，而係一種可以影響健康嘅生活方式。有學者甚至提出，藝術創作係應該同運動、飲食、睡眠並列，係其中一個幫我哋變得更健康嘅重要元素。研究入面，其中一個好一致嘅發現係，經常接觸藝術創作活動嘅人，長遠嚟講會更快樂、更滿足。長期追蹤研究顯示，經常睇表演、去博物館、唱歌、畫畫、寫作嘅人，喺隨後幾十年間，幸福感同生活滿意度都比較高。而多接觸藝術嘅小朋友，去到青春期嘅時候，出現抑鬱情緒嘅風險會降低。同樣地，50歲以上嘅成年人，如果經常參與現場音樂、戲劇或者展覽，之後幾年出現抑鬱嘅機會幾乎可以減半。你可能會諗，會唔會其實唔關藝術事，而係因為有時間搞藝術同創作嘅人本身已經有一個比較理想嘅生活狀態？研究人員其實都考慮過呢個問題，所以喺分析數據嘅時候，佢哋已經將好多可能影響結果嘅因素一齊納入考慮，包括生活模式、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甚至遺傳因素等等。但係結果仍然好一致。另一個重要嘅研究發現係，藝術帶嚟嘅好處唔只係心理層面，而係連身體都變得更加好。經常參與藝術創作活動嘅人，平均嚟講，血壓比較低，心跳比較穩定，膽固醇同炎症指標較低，免疫力亦都比較好。而呢啲影響隨住年紀增長會變得更明顯，甚至有多項研究指出，佢哋嘅大腦比實際年齡更年輕，平均壽命亦都比較長。重點係，你唔需要係藝術家，亦唔需要有特別嘅天分。研究入面講嘅藝術同創作，好多其實都好日常，例如唱歌、跳舞、畫畫、焗蛋糕、寫日記、睇展覽等等。有學者用咗一個幾貼切嘅比喻，對待藝術同創作可以好似對待飲食一樣，唔好一次過暴飲暴食，而係每日適量，將藝術同創作慢慢融入生活，成為習慣。藝術創作唔只係一種消遣，而係一種可以影響健康嘅生活方式。俾自己一個空間去感受，去整理思緒，令自己慢慢同生活重新對齊。呢種狀態對我哋嘅身心好重要。呢度係研究之後 Making Sense of the World。下次我哋再由科學研究出發，睇下啲有趣嘅新發現，可以點樣令到我哋嘅世界同埋生活多一點不一樣。